我
啊。
起唱，保护我的是耶和华。一起站立。谢谢耶稣，今天求圣灵带领我明白你的真理，使我们天天借着话语坚固我们的信心，来荣耀你，来见证你爱。我们一起用主教导我们的主导文这样说。Matia penuhi kakak yang naik. Pemberian kami dulu animian asaka urip nian. Haburan urarau nian. Matia ukipi habur nian. Para arawai ilamianan. Keritan kami tu sakajau kasawi nian. Pauriban kami aparias naik batihai. Namani
always. Amen. 会众请坐下。戏剧加舞蹈，瞎眼的巴蒂曼，儿主团全体。这时候，耶稣进了耶利哥城，他的门徒就跟着他。来是耶稣，来是。耶稣啊，耶稣啊，可怜可怜我。你很吵呢，可不可以不要讲话？耶稣啊，可怜可怜我。耶稣啊，可怜可怜我。是谁在叫我呢？请他过来。我要看见。就你可以看见。这时候，巴蒂买脱掉他的外衣，跟随耶稣。这时候，我们小朋友有一个舞蹈来一起。
可福音第10章46节到52节。他们到了耶稣科，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离开耶稣科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盲人是以麦的儿子巴比乃，坐在路旁。他们听见马撒勒的耶稣就喊了起来，说：“大卫之子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喊着：“大卫之子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他过来。”他们就叫那盲人，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在叫你了。”盲人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回答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盲人对他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耶稣对他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盲人立刻看见，就在路上跟随耶稣。Namanya saya bangga diriku, pada hatu Yes atu isawaan muda atu arumanai pinaulan ahlias tu diriku. Ida amaru idawat, tugalan buawan, ni timai jipan timai, hananai papa hawai dia amai. Ida Yes tu nacari saan patengir ningra saka. Teriksa hingga asuat, terus ditapiti, Yesau kasini ada engkau saat hingga. Kamu hanu arumanai tentang hingga dikata, nikau hingga, mengalir ku dipiti hingga, terus ditapiti, Yesau kasini ada engkau saat dirang Yes. Tahiran jira, hanira asuat. Tahiran handuna, kan kuya aku hawai tangkau asuat. Karibahat kaluan, mitahiranai jira isuanan hanira. Saka harum handu ningra ku kapapang ibadah mitakut taira ijiesan. Suar sa yes, umaan ko. Karungat isu ipangguanan sau hanira pasuar sa kuya makuhawai sisiaw o sabaka arawaw do mata ako hanira saka suar sa yes ubiri o ipitian isu do kawas ko saka afah isu hanira saka taksur sa do pag-aaraw ko mata mura tatuod sa dutinda Yesan makan. 回应分享，比拉说牧师。Assalamualaikum. Berhafal jadi ada kapur bersama Tuhan yang saya kiokan kita hamba berhafal dapatkan 还是讲中文哦。很高兴今天早晨再一次来应该说参与我们的教会的礼拜，特别今天早上非常的兴奋，因为今天早上是我们儿童主日纪念主日。不知道刚才各位有没有看到一个现象？后来我发现，当有一个关键点的时候，我就真的相信，台上的孩子叫做阿美族的孩子。Mahapilan na habawan wita yo tumiray ayaw kalau mana hoy migrate apalat kita na palateo pahma tutapang wita sa pasala sa kapisik awak ay kulibahat ang maaraw ng mga ikaw ira sa ko ingi hay
Uhumal kaya bising sa kaya burrito. Bahag sa kaya rasa uwawan lumita sa sadaka. Pasok lang ko pasok ng bako. Wawa lupan sa rasa kaya hodi amin neng. 亲姊妹弟兄刚才从一开始，我们的儿主在开始带敬拜的时候，一直到刚才他们演完戏去跳完舞，我们看到中间有什么不一样吗？还记不记得当他们儿主们一起带领我们敬拜上帝的时候他们在唱诗歌，事实上大家好像非常的紧张，又放不开来，那明明是很喜悦的歌，就唱得有点沉闷这样子，大家会众也不敢去拍手，得到那个回馈去鼓励这些小朋友。可是有一个关键，有一个 moment 关键当那个音乐一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些小朋友忽然就活起来了，有看到吗？那个原本很不协调的就变得很协调了，那个原本就很沉闷的那个灵就苏醒了。于是刚才我在台底下就看的时候，我就感谢上帝说：“上帝，谢谢你原来音乐才是阿美族很重要的一个生命，他们都活过来的。”我就跟上帝感谢说：“是这一群绝对是阿美族的小朋友，阿美族的小孩。”我帮你办炸上一个，听到那个音乐就全部活过来，所以我们给上帝一个掌声，也谢谢儿子，好吗？谢谢你们带来不错的、非常棒的舞蹈给我们看让我们欣赏同时可以敬拜，帮助爸爸妈妈一起来敬拜上帝。谢谢各位。第二件事情再一次要跟各位来感谢各位知道在8月10号一直到9月5号昨天是小会同意牧师可以有1个月的休假的期间那当然这期间大家知道遇到一些事情，不过仍然感恩，谢谢上帝。早上跟我们的长辈打招呼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你还活着，还呼吸，真棒。是，我们都还活着，还呼吸着，这实在是很大的恩典。谢谢上帝在这个4个礼拜当中不断的通过各位的祷告我们也看见即使牧师休假，我们教会的同工仍然各司其职非常认真努力的在我们的岗位上面一点一滴的一起来带领姐妹弟兄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向上帝来敬拜那这是昨天晚上回到教会的时候在准备一些今天早上的事宜深深感受到一件非常令牧师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所以再次代表我自己的家再次代表我自己的家，谢谢各位。那今天早上很感谢上帝儿主愿意把这个时间透过用回应的方式来带领我们救恩临到我的生命。这部经文事实上在马太福音23跟路加福音跟马可福音都一起出现很有趣的是，我不信各位姐妹弟兄在读这3处经文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特别在路加福音马可福音也有记载到，居然有2个耶利哥城，对不对？一个说出耶路哥城，一个是要进到耶利哥城，到底哪个才是耶利哥城？当然，各位可以自己去上网去查考反正这2个都是耶利哥城只是一个比较早一点去盖的一个是在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的时代盖的。所以我们经文就看到说耶稣出耶利哥城的时候，然后经文告诉我们说，当他们要进到耶利哥城的时候，我们就同时看见原来这2个城市是一样的，只是先后的不同当然马太福音告诉我们是有2个瞎子，可是马可跟路加告诉我们说却只有1个瞎子。那到底是2个还是1个？那这不是今天早上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各位可以今天结束之后，yung makita kita minta kita当然来说的帮我们就这些回去查考圣经，我们就会发现圣经是记载都没有错误只是时空的背景，只是
记忆的也许是误差的缘故，或者说当时候人员出现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背景那我们发现从头到尾我们只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做了非常大的事情，对不对？他让刚才那个金马很好，就摸着那个女法的眼睛说：“你的信心救了你，你可以看见了吗？”重点在这里。我跟你说，你保罗说好的马达 yes go， 我不好我要马达你巴比买在这么今天早上要去问的事情，问上帝的事情，它实在是奇妙无比。我们要问巴比买是谁？各位都有圣经巴比买不是巴比买的名字，巴比买是谁？是迪买的儿子，基本上巴比买是那个在我们你让你按哇你迪买是按，所以他没有名字，各位，他没有姓，没有名字如果按照希腊文的解释，迪买这个字荣耀大家不能刚我们讲的pakai itu sila anak kita大家不能makilah Allah 是荣耀之子迪买叫巴迪买。可是如果按照当地的方言就是耶利哥当地的方言，那时候耶稣是在讲着亚兰语。Padahal kita tu saling kata, ane pakai itu pai, ila pun nu ngangan no Holland nu ita mahal, jadi orang tu ngangan Holland nu aku mako, nu amis hal itu mah osam. Mahal itu seperti macam ni apa? 在方言当亚兰语这个方言的里面，它这个意思，迪玛就叫不洁净，不干saling kata不ngangan. Kalau si anak ngangan tu ni an, acak. 能耐，他是一个不洁净，果然不洁净，对不对？是不是因为他父母亲犯罪的缘故，所以他瞎眼？不知道，反正他就是要做巴迪买的儿子，是一个也许是他们这个家庭不要的一个气质。每一天，他的朋友跟他看到他的朋友把他带到耶利哥城门，每一阿麦讲的萨利嘎嘎，就乞讨。反正一个瞎眼的还有什么作为呢？没有。可是有趣的，亲爱的姐妹弟兄，在这个旧的耶利哥跟新的耶利哥的城的中间，这个故事就这样发生了。就有一个瞎子就坐在那个城门口，每一天听到很多人进进出出。我相信他坐在那个地方，耳朵是非常灵敏的。很多人进进出出在那个城门耶利哥新的耶利哥的这个城门就听到很多人在谈论可能听到过耶稣。就当耶稣他们一行人接近的时候，那个脚步声特别的大声，他就听到说耶稣要拜访这个城市，所以他就很大声的他就很大声就喊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 Kalau kita piti kasihnya agan kako yesau saat ambil kala kita hitam si yesau saya kakak， 他非常大声的喊叫耶稣，他是一个瞎眼的，是一个乞丐，人生没有比这个更悲惨。我还记得陈菊妹长老娘离开的时候。Saya kata di Cipanai, saya kata papahay di Kawas Jolo, Cipanai. Yo, may pagkirang tiakaw panipa tiada asa bakhawe, tidak bisa pakai dunia cerakayan. 他就做这个法奈长老娘的不能略历，他就诉说这个长老娘，妈来讲就是。比贫穷还要贫穷的最底层的人士，万不管账。那朋友在海上，比贫穷还要更辛苦。亲爱的姐妹弟兄，这么悲惨的巴迪买，他瞎眼，又是一个乞丐，又不受家庭的看重，
也不受家人的照顾。很多人看见他也不太想搭理他，所以他非常的艰难。事实上，在我们的自己的传统社会当中，牧师发现到一件事情，我们都可以比惨，连生病都会比那个谁严重，对不对？去探访那个塞嘎嘎，你那个算什么？那一天才断掉，啥啊？几个馒头你不怎么好？并没那么惨啊，还会自动加码这样子。我们觉得我们人生很悲惨，很落魄，我们常常怨天尤人，事情把达标好也失败，把别达好也把达妈好也就觉得就是这个样子。可是如果比较起那个巴迪买的生命来说，其实还不错，对不对？很多人会想说啊，我真的好穷哦，我的存款户没有多少，还有300万，我真的好穷哦，一毛钱都没有，但是他那个评价是还好几千块。我说啊，我真的好悲惨哦，什么都没有啊，在都市生活很不容易，可是至少我还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对不对？我比起当我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各位知道吗？这个世界上至少还有200-300万的人没有房子可以住，没有冷气可以吹，没有中餐可以吃，没有衣服可以穿，甚至连亲人都没有。可是有趣的是，巴蒂买他不认为他的情况是非常悲惨的。巴蒂买其实没有自暴自弃，他至少他知道他要当乞丐这件事情嘛，至少他知道他什么都不行，可他至少他知道他可以向路人来乞讨，他仍然留意各种的得救的信息，他知道有个耶稣要来，所以他抓紧机会。他并没有放弃他自己的各位。各位小朋友也是这样子啊，有时候常常对爸爸妈妈念啊、骂啊，爸爸好凶，在那个跟头打我，是在爱，并且还是很爱他的好，爱他们的父亲。巴蒂买努力改变，寻找去改变的机会，我们岂不应该可以向巴蒂买学习吗？很有趣的是，巴蒂买利用那个有限的资源，对不对？他不因为他瞎眼他就放弃了，他反而利用他有限的资源来凭信心认耶稣是基督。待会儿我们要请我们一位我们的姐妹，她很久没有来到我们中间，今天早上就跟牧师分享说，牧师，待会儿会不会给他留一点点时间，可以一起来分享？说很好啊，待会儿就请你，这个时间就留给你。所以待会儿牧师就很快的就把今天早上的信息分享之后，就请这位姐妹一起来分享她的生命的故事。她并没有放弃，更加积极的用信心来认耶稣是基督。就像巴蒂玛一样，他不顾人家阻挡他说，是爱比在个大佬去巴蒂玛sama ni lalang tak tabla cira terap hatosan sa sipa dengan mi de kala mi sakit sala mi tahidak jesan 让耶稣，因为他透过他的嘴巴大声喊叫，让耶稣发现他。他说：“大卫的子孙可有好。”亲爱的弟兄，巴迪玛对神的信心，对神有信心，神就对他来说话。因为我们发现巴迪玛是从他的内心当中去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可怜我吧！”这种出于信心的呼求，事实上我们也可以。
Waktu kita ambil kar tu di atas bawah kita saling kata. Waktu kita saling kata belum，今早上跟家里跟我的妻子跟我的师母，早上我们读的经文在以赛亚书，要读给各位来听。以赛亚saling kata。63章，因为我拿的是现代中译本，我就用现代中译本读给各位。以赛亚书63章的第15节到17节，这是一段非常有趣的、有意思的一段呼求神怜悯的祷告。以赛亚书第63章15到17节这样说：上主啊，求你从天上看顾我们，求你从神圣荣耀的居所关怀我们。你的大能在哪里呢？你的慈爱怜悯在哪里呢？求你别不理我们。你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雅各已经不承认我们，但是上主啊，你是我们的父亲，从亘古到现在，你是我们的救赎主，上主。你为什么让我们离开你的道路？为什么让我们那么顽固，不敬畏你呢？无论那些始终服侍你的人，无论那些一直属于你的人，求你回心转意。所以姊妹弟兄，当早上读到这段经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有很大的一个悲伤跟难过，跟情绪的想要一个宣泄。是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个以赛亚先知向上帝祷告，他从他心里当中一个很大的情绪的不满，对不对？上帝伊说基督马丁内是啥个讲？伊说基督哪位人喊他是什么大官呢？啥案？上帝你在哪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这是先知的祷告，各位。从那个角度去看这段经文，很感恩。他至少这个先知至少把他心中的不满告诉上帝，因为他知道这个上帝是他的天父。伊呀，后单山马地单山有得罗最后很好，好就多拉上多拉这个呢。这上帝是他的天父，从亘古到现在永远到永远都是爱他的天父。所以巴蒂美也是如此，各位，他利用有限的资源，凭信心认耶稣是基督。巴蒂买对神有信心，他就看得见。当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也可以看得见到他。我们的信心是要有对象的。请容许我用一个例子来跟各位举例。这个例子在祈祷会的时候已经跟许文弟兄分享过。各位牧师手上现在拿的是一张黑色的椅子，靠背的椅子。我的阿南刚萨利嘎嘎，这张椅子，请问我们当中最重的体重是有超过95的，请举手，可以吗？体重超过95的公斤的，请举手。谢谢你，丰源。好，请你站起来。你绝对放心的备注。好，就是看我被夸夸。干嘛了？打你馒头。你可以跳一跳，没有问题。好，现在觉得他还那么大的担心吗？不担心。因为他真的很坚固，所以你对他有信心。谢谢基督徒，我们给上帝的掌声，也给丰源掌声。其实怎么提修？什么是信心？当我们看到这张椅子的时候，
在我们的理智上面发现，它绝对是可以承载我们的重量。牧师目前是91公斤啊，因为我相信它可以承载我的重量，我怎么跳，它不会垮掉。我们的信心是有对象的，各位。就像巴提买，他认为这个耶稣一定会医治他。是因为牧师相信，凤佑后来也相信，这个椅子不会垮掉。所以巴蒂买对耶稣有产生一个很大的信心，他就呼叫、呼喊。今天各位姐妹弟兄都来到我们中间，我真的相信一件事情：我们愿意来参加彰中教会的聚会，也是对神有信心，不是吗？如果我们对神没有信心，我们干嘛来呢？因为对神有期待嘛，不是吗？我们期待儿主会带来不同的气息对我们，所以我们就来了。不是我们自己要来的，是圣灵感动我们来的。是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上帝对我们就是有极大的恩典跟帮助，所以我们就来了。因为我们对神有信心，否则我们来说浪费，不仅是浪费时间，浪费体力跟精神。所以巴提马知道他要什么嘛？我们那些巴提马bukan nelayan dikasihkan 51节说，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下面说夫子，我要你看见。我在喊耶是巴提马bukan nelayan bisu bukan pengalai pasang bisu pada bidang sana soal setahun juga sisi awal mengalai pakai arau saat很有趣，对不对？还记得李凡刚才在这边表演的时候，他说什么？虽然这个好像是练的台词说我要能看见，可是他知道他要看见啊，不是吗？他非常直接告诉耶稣说：“要能看见，我不单单是肉体的眼睛要看见，我心里眼睛要看见。”亲爱的姐妹弟兄，我们知道吗？当我们在读了这段经文的时候，夫子我要能看见的时候，耶稣也同样问我们这个问题耶。Misalnya kita nasarihakan aku kupi una na lupa suami suami tebak kami pesona hanya Amerika China， 耶稣很诚实的单枪就是开门见山的，单刀直入的就问巴提买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没有拐弯说：“啊，你怎么回事？你好可怜哦。”没有哎。我要不要拿奉献拿那个卡送给你？我这个里面的卡有50万，并没有。耶稣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而巴提买也很诚实回应他说，很有信会的回应他说：“我要能看见。”所以我们会向神求金钱，我们会向神求一些的我们自己心中的期待跟需要。我会向神说：“上帝啊，我要一个聪明的头脑，我下次考试可不可以好一点？那个女孩子我喜欢她2年3年的，我就要毕业了。上帝啊，求你让我跟她讲2句话吧。”
那个包包好漂亮，背在我的身上一定是顶上所有目光在我身上。我们会求这些，我们会也求我们的家庭的美满。可是亲爱的姊妹弟兄，当耶稣透过这个经文，今天早上就向着我们说：某某某，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的时候，我们会向耶稣回应什么？因为你在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我们阿杜跟拉亚耶稣是好的，曼萨迪达爸爸先生那样。我们会不会也像巴蒂买说：主啊，我要能看见，我想看到真理，我想看到你的爱，我想面对面的认识你，我想成为属灵的人，我也想经历你的慈爱，更想经历你在我身上的计划，而且我知道你要在我的生命当中会指引我走更大的道路。就像巴蒂买说，所以耶稣就回答说：“你信救人。”事实上，亲爱的姐妹弟兄，从创世一直到今天，神一直在问一件事情：你们第三个方案好与当杀与马丁利，你当了 GS 国比把它 off。Pilih saya di dalam syarikat, man， 也是从创世一直到今天，耶稣其实我的神一直在问我：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非常关键，现在是不是？这个问句关键到。我们可以像什么样的人？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我没有想过吗？我们想为自己做什么？我们想为家人做什么？我们想为耶稣做什么？我们心中有这个答案。因着巴蒂买的信心的回应，他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他做了3件事情。当他归耶稣之后，50节这样说：瞎子说。瞎子就丢下衣服，刚才我们就看到那个神一般那样子脱他的衣服，丢下他的衣服，他就跳起来。你们球杆有跳起来吗？好像没有呢。你脱衣服完就转头这样子，还跳起来，之后他就走到耶稣那里去。丢下衣服。不再需要去抓住他的安全感，安全，他要的安全感，因为他已经得到黑暗中的希望，就是耶稣，对不对？姐妹兄们，我们抓住的、不放的是我们的钱、我们的事业、我们的私欲、我们的玩乐、我们的兴趣、我们的朋友。还是什么？耶稣其实要我们丢下这些不太属于我们身上的。巴蒂买就跳起来，凭信心仰望，终于就得着了。非常的兴奋，就踏到耶稣前面。最终，我发现这故事告诉我们，他也得着，他已经看到，并且就跟着耶稣。第3个，他走到耶稣那里去。走到耶稣那里，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人
表明耶稣是我生命中的救主一个很重要的行动。Utara-mana ikut diserahkan Allah mereka saat Pasera Yesan Cibatu-Mana。这是一个基督徒，不是每一个人很重要的一个表明认耶稣是救主的重要的行动。亲爱的姐妹弟兄们，没有人可以替代我们，没有人可以替代以凡，没有人可以替代起码主小弟。看下木沙。没有人可以替代于快乐。我知道你不是。没有人可以替代我们，或是帮我们走到耶稣那边去，没有人。Allah ay kita nan pasera Yesus salingkan. Allah ay kita nan pasera Yesus dengan azizah kita， 是我们自己要走到耶稣那边去，没有人替代我们。牧师可以为各位祷告，没有问题；长老可以为各位抹油，没有问题；甚至教会可以发起那个禁食祷告，为姐妹弟兄们的任何困难祈求，没有问题。可是，只有我们可以走到耶稣那边去。Alza ayo kita dosa kita apa saja Yesus Allah yang melayani kita. Maaf， 亲爱的姐妹弟兄，求神帮助我们。当我这样呼求，愿意丢下、跳起来，走到耶稣那边的时候，神他就为我们停住、停下来，他就发慈悲怜悯的心，介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今天早上牧师要回应儿童族群的戏剧跟这个经文的分享。谢谢儿童主任给牧师这个机会，可以让我们一起重新去回顾这个经文的宝贵。盼望因着我们愿意走向耶稣，我们就凭信看见知道耶稣对我们的怜悯。今天是儿童主日学，各位，这群孩子都是荣耀的孩子，都是天赋荣耀的孩子。还记得刚开始跟各位解释巴迪买这个字的意义吗？在希腊文当中，它叫做荣耀。每个孩子都是荣耀的，各位。你跟我都是很荣耀，都是从很荣耀的小时候长大。可是过去我们教会每次要去儿童夏令营的时候，几个非常的可爱，好像被他累了，可是还愿意去祷告。对，很好笑。可是他却很真诚，一起在营会当中跟着牧师一起去为他的朋友一起按手祷告去祝福。树木都是从小时候栽种的，叫小树折栽，它不是那个小事折栽哈，小树折栽。小时候我们要一起来培养他。还记得每一次当儿童、孩童，父母亲愿意带他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牧师，我的孩子要受洗的时候，按照别的教派，他们不接受小孩洗礼。早教会何其恩典啊！我们愿意开放，让小朋友可以来到上帝台前。我们献上哪一种叫献阴礼，被神接纳，我们就为他祝福。还记得每一次当我们有小朋友来受洗的时候，牧师都会邀请各位说：各位每一个父母亲、大人都是这个小孩的属灵的父母亲。
我们都有责任跟义务一起来带领我们的孩子，因为他们都是荣耀的孩子，他都是天父的宝贝。好，虽然现在还像小，还非常还小，但各位父母现在眼神一直关爱在前面，我的孩子到底有没有做好？那到底要怎么样？请放心，如果孩子一直坐在那边正经八百，像周武正王似的90度坐在那边，那这就有问题。动来动去，这样走来走去，这原本就是叫小孩，是正常的。给他们更多的机会，给他们这个平台。虽然不是很完美，有很多的瑕疵，这个儿子，可是他比你跟我有更多的学习。Saya tansur saat malam tahu mafana amin demak masulma menurut 小时候一起来教会，一起长大。学习教会的礼仪、礼节跟规矩，跟接受上帝的话，教会给予许多的教导。刘阿春今天之所以可以站在各位面前，也是这样，被许多信仰前辈带过来带大。好，这是我们教会的财产，小朋友，父母亲求神帮助我们。这群小朋友儿子是我们教会很重要的资产。我到了慢慢长大上要高，我只在这把个乌拉很高帮一个单案。我到了慢慢长大一个单案上要我说那个那个哈那个米一个零啦一长大上要高。Kami pertama, Al-Fatihah, kami pertama, Bimamaan。特别呼吁，在座有比较年轻的父亲跟比较年轻的母亲，或是比较思想比较成熟的我们的年轻人，该是我们服侍的时候，过去牧师们相信，我们也曾经也是这样服侍过的，对不对？在我们非常小的时候，今天是我们的机会，我们可以回馈。我们的儿族的老师非常的辛苦，他们的服事都是重叠的，是带敬拜的，又是妇女团体之外的干部，又是教会的同工，还要负责很多的事情。我们何其恩典，我们可以贡献我们一点点的时间。小树则栽，就会变大树，就会成长。同时也在看父母亲，就是帮助我们，特别是我们作为男性的父亲，如果一个家庭父亲缺席了，孩子会没有榜样学习；一个家庭如果父亲缺席，孩子没有学习的榜样，而母亲就会变得非常的掌控。一旦很掌控孩子的整个长大的取向，我是不敢保证说，可至少我们会看到这样的孩子长大，他心中会有一些的缺陷。其实都帮助我们不仅是成为孩子们属于父母亲，我们自身成为父母亲的应当如此。这今早上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我必须来唱一首诗歌，是凡事都能做，谢谢。无论是苦，无论是乐，或是忧愁，我们都因着神的祝福跟帮助，调整我们自己，去适应那个环境，我们就可以为神做更大的一些事。原来的意思是这个样子。
帮助我们今天早上通过这首诗歌，一起来祝成为我们的祝福，也成为我们祝福孩童的一个重要的神要给我们很大的恩惠。妈妈，请预备心，待会儿要请你出来分享。起来。心事未曾看见，依然仰望世家。完全降落，神之主已掌权，靠着加给我力量，万事都能做，或风浪，或地虎，主你还在我心，我靠着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心在主你旨意，我凡事都能做。怎么下来？心事未曾看见，心事未曾看见。我们一起从小朋友提出来好不好？让仰望世家，站到台前来，谢谢各位。心事完全交托，神之主已掌权，我靠着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或风浪，或地虎，主你爱在我心，我靠着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宣告说：靠着他加给我力量，靠着他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我风浪，我地虎，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他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我邀请了教会的同工、长老跟执事请到小朋友的后头去，就为他们来按手祷告。我邀请教会的长老跟执事，你站到小朋友的后方，为他们来按手祷告。Kita hawi baru ayi makaya mamasai mama ina 举起，把他为的是那个看，我们一起来举手，举起我们圣洁的手，我们求上帝说：上帝，你既然因着巴底买向你来呼求，来让你做他的救主，愿你把那个感动巴底买的心加倍感动给我们，特别是感动这些孩子们，那个加倍感动的你，让那个不洁净的巴底买，反而是一个变成荣耀的孩子。各位，主的祝福祷告非常重要。刚刚那么多加上那么多，所以邀请各位掌声，就站在每个孩子的后方，为他们来做祝福祷告。请不要客气，上帝是给我们这样的权柄，我们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权柄，靠着耶稣，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刻调整我们的心态，我们不害怕，我们就奉着耶稣的名来祝福这些孩子。我等你说，不能被他们的人，我不能被他们都让你干，我们现在开始祷告起来。
心来向你来呼求，求你来为我们做一些我们生命当中可以被祝福的事情，所以求你祝福，因为你愿意为我们成就改变我生命里面最黑暗、最需要改变的地方。主啊，我们去向你来祷告，恳求你不仅降下突破性的眼光给儿主们，使儿主可以得到像巴迪玛一样坚定，为着生活的环境有许多困难而退缩，反倒是主帮助这群小朋友在越是艰困跟难阻的时候，就越发的大声向耶稣来呼喊。恳求主也将这样的坚定的呼求放在每一个被你拯救的主啊心中充满了渴望这些个大人们的身上，帮助你要坚定不受拦阻的向你来呼求。主，我们真的相信你必定可以拯救我们脱离信心的困境，在越是挑战的环境的当中，你就越是要向你的大能救到每个前面弟兄的生命当中来，继续带来你的拯救，以至于让我们更加信靠你，给荣耀的名。谢谢耶稣，帮助我们得着你所赐给我们的那个应许。主，我们特别在这个时候为身体疼痛的姐妹弟兄来祷告，求你赐下信心，在这些疼痛的有病痛的姐妹弟兄他们的心中。主，当瞎子凭信心相信的应许，主，你把这样的需要，把这样的心带到每一个有疼痛、有病痛的姐妹弟兄的生命当中。当这些姐妹弟兄在祈求的时候，主就医治这些姐妹弟兄。我求将同样的恩典临到我们中间有生理病痛的姐妹的弟兄的身上，使他们也好像也如同巴蒂那样眼睛的看见，心灵得到很大的释放。主，愿你来拯救。谢谢神，听着你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将荣耀归给上帝。谢谢。谢谢所有弟兄姐妹，谢谢你们的祷告，谢谢。我今天要讲，就是我这个开刀，开了100多针，要拆线，拆线的时候，其实就回来了。回来，我给我女儿讲说，你在门口给我下车，你自己停好车，再上来接我。我女儿怎么讲？没关系，没关系，我可以让你上去。那这样讲我没办法啦，我就跟着他下地下2到地下室去。到了地下室去，他一看愣住，不行，他说不能弄我，不能弄我。他那个时候我已经很紧张，也好像。住院住了8天，是很累，大家都很累。他就把他的孙女第4代抱到我腿上，就到这个地方抱到我腿上来，他就推我们上地下室，上大楼。这个推的时候，我就跟他的孙女讲：“奶奶加油！”奶奶加油，那很难推呢。那个有水沟嘛，水沟那个铁片就一根一根的。他第1到2楼的时候可以推上，到1楼门口那边就卡在那个水沟，轮子就卡在这里。神的很奇妙，就拍着天使从楼下。1楼，从地下室就上来，他慢慢开上来，看看我们不认识嘛，他就到了那个地下室大门口，往那个警卫室看了3遍，警卫室的人出来，危险，因为那个轮子已经卡在这个铁链里面。他说危险，那个一个要推，一个要拉，才能上来。所以我说主的恩典够我们用，也派一个天使上来，我们才有救。万一这个卡在那边的时候，我女儿要是没有力往后退出，我们4代就完了。他这个轮子会滑下去，滑在地下去。我讲了，谢谢大家，首先恩典够我们用。
为我祷告，谢谢你，为我祷告，谢谢，谢谢。我们将荣耀都给上帝，谢谢上帝差派天使天君，让他视为安宁在主光的周围。Saya ngobrol dari Pak Polojo, Pak Polojo, niya ina kau yung Taiwan, Cina, ala, pili sa kaaraw na sa kita, mamasabaan, ito sa kita, ito, pasaan na aswal, na matulong sa mga so, 开刀在这个上岸给这个马行上，到这个在itulah这个di harapan utapang mereka, di harapan mereka, yo pina-pina ko ta jaganan makan makuhawi pada di isikal pemanglay di king kako saan pulo kita super pagiano awal nila cara hawi super nila o mga king nila sa pulo so kamu kan lang itulian unya ajina kita hawi ando itabor dia to kita kay nila sa kalima pilipay kita kay gamina sigra sa ay o awak sigra sa mga pulo dia ho 当他在生日之前，如果各位常常出席祈祷会的，是为我们的老姐妹，从来对祈祷会是不缺席。当然，目前他仍然在床上，感谢上帝，让他越来越健康有求的帮助我们。我们教会真的有很大的福气，有很多的姐妹弟兄常常给我们大家鼓励。 我们可以为神可以做些一些事情，尤其找到一个信心，去神来看待我们。就将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谢谢。下次决定。
抱歉，天赋花园里。我也把礼拜中每一个人的奉献交托给神，让我们教会事工上有所有帮助。谢谢耶稣，小孩子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会动作。舞蹈德鲁的洗手机的时候。你是星辰。
我们下个礼拜是合堂，是培灵会9点半开始。讲道者有马约翰牧师，司礼有刘阿春牧师，司线秀雄惠美指示，招待临经的会长，祭拜赞美耶利米，司琴叶嘉玲师母，投影片高英华姐妹，音控苏伟义弟兄，谢师杰可斯班，执周长老林英长老。好，接下来儿童主日侍奉，我们就自行参阅各团契的聚会，周年弟兄就是主日会后他们会另外安排，会长会另外安排。然后9月12号妇女团契，我们还是一样手工艺做情人带，由高淑梅长老主理，然后有佩蓉会长帮我们领唱，在1楼耶利米团契9月12号礼拜六7点半，他们青年主日彩排在2楼。家庭礼拜9月9号礼拜3，家庭在陈天福吕妹府上，地址在汐止区樟树1路，主理有曾明妹指示，诗会郭秋义指示，郭秋义长老说错了好，来祈祷会11号礼拜5，主理由我们的刘安春牧师领唱，嘉欣姐妹。以下是我们9月份的家庭礼拜的名单，如有跟动的话，请您提早1周跟我们行政办公室那边联络。好，另外一面奉献报告，8月30日各项奉献，就是上个礼拜的伯鹿涵奉献，就是22739元，22739元。好，来再翻面教会消息。欢迎主内兄姐参与敬拜，更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家人，有的话可以站在你的位置上面，我们用拍手欢迎你吗？好，没关系，我们一起来掌声，感谢神在这个礼拜他让我们出入都蒙福。好，来第1点，本周读经进度，约翰福音第1章，请兄姐请自招待处索取，鼓励姐妹、弟兄姐妹读经运动，说读好话，说好话，做好话。好，第2点，今日主日会后将召开长执会，请长执同工预备心出席。第3点，请各团契拨空讨论你们10到12月份的事工，并于9月27日前将你们的行事历缴至行政办公室。主要需要牧师10到12月份的讲道课表，请向办公室索取。第4点，本周会花莲大专中心主任来上一课传道，将于9月12号礼拜六上午9点半在桃园市原住民文化会馆举行封幕牧师感恩礼拜，欢迎同工与弟兄姐妹前往观礼。地址是在桃园市大溪区园林路1段29巷101号。
每个人一定会尊敬你都不行的。我就知道，我这么聪明、这么帅的人不会被埋没的。我一定要赚大钱，让爸爸和哥哥知道我是最厉害的人。嘿，好耶！那我就和你们合作吧。那让我先看看计划书。不要那么着急呀，先看看你的衣服。哎呦，宝贝，你人长这么帅，衣服却穿得有够怂的啦。我先带你去买衣服，然后去大饭店吃饭。哦，还有。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成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主耶稣爱我，主耶稣。我是3号母亲节。爱你。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圣经告诉我，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成为神的儿女？在玩之前，老师会请问你们觉得是什么语言？恩典。耶稣爱我，主耶稣。毕业生进场。嘿嘿嘿，
爱哈海，我爱哈海，伊爱哈海，伊爱哈海，我爱哈海。来，罗罗萨多，好，大家ya yang mematuasai, oh, memisah turun, lumawan kita. Hai, setelah kata Ci Ivan, kita om, bisa ayo, ini satu, hai, sangat selesai, oh, dapat sangat kalau ini itu, oh, sangat usah, oh, menembatai ko, ori numiso, oh, sangat toro, cerai ko, ori numiso, wah, ayo,好，加油加油，再，大家好。Aku no ha di Saturn那个小小的那个娃娃那个主日学以前就是这样子呀要马多赛Saturn 不麻烦加油没有还有30下只有10下只在不杀不入加油加油！一分加油！起！一分加油！一分加油！一分加油！好，来打哦！好，5分3多击，很好。哇！它已经是半成品了，加油加油！要谢谢以凡了，第1棒，现在是第2棒，吉恩号，3个姿态，马兰多，马尔麦多罗欧林欧米索，好，3个多萨，马扎卡多罗比朱拉兰，欧米索。来，3个多罗，好，再来一个orangeの味噌。加油加油！萨多伦在以前真的是不简单张正发最了解。马拉卡达夫这个萨多伦。注意，很好，加油一点，马上娃娃的班长，加油加油！还有30下，预备起！自在路上，走路18、5、6、7、8、加油加油！好，我们这边问一下小朋友要怎么切，要怎么几根独论，要怎么切独论，用什么工具？好，会知道的请举手。用什么切独论？好，来看。对，答对了是绳子叫做格溜，你看，格溜，它不是用刀子。因为刀子会把几把会粘住它用那个绳子来切等一下切的工作通常都是以纳的工作我们来请那个以纳代表副理会长。好，OS，我们就品尝一下他们俩的那个。
品尝。以前要品尝的时候要加什么？我们比找什么？古拉杏还没古拉杏，哦就要加这个花生粉哦，阿瑶现在都是加什么？巧克力吧哦。好，谢谢他们，很感动。好，接下来我们儿子有特别送那个纪念礼物给我们的2个毕业生，好，党业是请我们大好，我们就请我们的牧师好来赠送这个毕业生的礼物。好，请牧师跟他们合照一下。好，我们请叶丽敏来把带回去，好不好？刚还没有，我们再请我们的那个牧师把你我顾问顾问，请顾问。要勉励是。平安。平安。今天这2位哦，是每次我们大家从小看到大的但是怎么说呢？他们以前小的时候跟这样子一样现在不敢这样子了。那个顾问社来，可能要勉励他们一句话。我找了一张经节来勉励你们。这张经节是在哥林多前书的10章23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我给你们这个经文的意思是说，以前你们可以这样跳过去这个台湾海峡，或者是跳来跳去这个健身，但是你们长大以后，到了耶鲁团去以后，可能不会这样做了，可能不会这样做，因为你们在每一次所做的事情都能够考量，都能够来思想，凡事都可行，但是不都有益处。你可以在这样打滚，可以在打海，但是你到了耶利米团契之后，你就有各种的想法愿你们能够在耶利米团契继续来成长。好，谢谢。好，接下来就是我们每半年一次的那个奖学金的颁发，耶利米先。好，那我们就先请那个耶利米来接纳2位新生生力军。
来，恭喜！好，我们现在颁发我们那个108学年度第2学期，就是之前那个2到6月份的这个学期的那个奖学金，也是要鼓励我们儿童主日学，不仅在教会要认真的学习，在学校更要马拉路米竹兰，米竹兰兰，好，首先我们恭喜林思杰。李若安、李威燕、陈永斌、陈永全、刘丰明、黄宏轩、高露、杰刚、陈立言、陈恩浩、张雨彤、杨雨恩、苏瑞、王淑妍以及我们的周一凡。蔡议长好，我们颁发奖学金。有请蔡议长好，颁发小朋友的奖学金。好，林思天。好，掌声把他们加油！李威燕。马拉路米竹兰。陈永斌。Kakak bawa anak kami.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以及天父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姐妹弟兄同在，特别与儿童主日学同在，从今时到永远。阿门。
兄姐妹平安，平安。好，我有点信心睡着。那个待会那个礼拜后，麻烦那个弟兄团契是或者是指示长老带领下来。好，谢谢。还有吗？好，这时候我们一同站立，来，我们一起唱平安歌。好，面对面。之后，然后